娘娘，据可靠消息称，皇上和强公公去幽兰殿了。难怪说和我保持距离，不动我一根手指头。合着又想起江氏的好了。按理说，我身材比他好。不对，可能是我自己的眼光。对呀，娘娘，怕就怕皇上和我们的眼光不一样啊。绿篱，你还是去看看吧，看看什么情况。皇上，听说您同皇后娘娘的关系又缓和了许多，奴婢万分为皇上感到开心。映玉，很多时候一脸无辜和表面所显露的善解人意，会成为一把有毒的利器，刺痛他人，更刺痛自己，你知道吗？皇上，奴婢已经不再奢求皇上对奴婢的情感，奴婢只求能留在皇上身边，伺候着你。你留在朕身边，会让朕对心里人更加愧疚，也会让朕误了自己的感情。如此下去，是害了你。朕想给你获得重生的机会，希望你能明白。来人，赐酒。皇上这是要赐死奴婢。娘娘，怎么回事？大事不妙！我去了之后，门口有侍卫把守着，不让我进去，说是皇上有事要谈，任何人不得入内。有事要谈？我看是要谈情说爱吧。不行，齐胜他想把我从皇后的位置上拉下来，想都别想。走。人呢？我不知道。参见皇后娘娘。住在这里的人呢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回娘娘的话，奴才也不清楚，只知道不久前这儿的那位被赐了一壶酒，然后人就不见了。强公公命奴才来打扫。赐酒？齐胜不会赐死他了吧？他是怎么想的？娘娘，他这种人，只要不在皇宫里，管他是死是活，何去何从，跟我们也没什么关系了。说的也对，管他齐胜是怎么想的，只要江氏不留在宫里，就不会对我造成威胁。走。皇上。杨将军率军大破云溪，至此，云溪并入我南下版图。杨将军现已班师回朝了。强公公在，皇上有何吩咐？传令下去，待杨将军归来之时，为他接风洗尘。是皇上。这青春期都过了，怎么还长痘啊？娘娘，娘娘，微臣给您请安。哎呦，张太医，你可算是来了。哎，娘娘，您这是阴虚火旺而导致的面目生痘，是缺乏什么？缺乏……难道是没打泡的原因？娘娘，臣要说的是……行了，你要说的我都明白，退下吧。啊，那臣先行告退了。哎，我有多久没见到齐胜了？奴婢也记不清了，大概有1个月了。1个月了。之前是没有让我尝到甜的滋味，我是不知道那是什么感受。现在让我尝了个鲜，又藏着掖着不给我了，你说我能不内分泌失调吗？娘娘，明日可就是为杨玉将军接风洗尘的日子，您这一脸的痘，怎么面圣呀？明天就能见到齐胜了。那我这一脸的痘终于有救了。装什么没看到？我只有主动了。皇上，你怎么都不吃啊？我来给您夹菜。张伯伯，
你这是干什么？你说要干什么？你这是在对朕好吗？这都被你看出来了，我是不是太刻意了？那我尽量收敛一点点啊。哎，你不喜欢吃菜，那我给你加肉吧。吃肉才有力气嘛。有力气做什么？哎呀，没什么了。张宝宝，朕觉得你还是回到你的位置较为妥当。人家为什么要回去啊？人家才不要回去呢，人家坐在这儿还可以照顾你，保护你啊。保护朕？朕无需保护，你在这儿只会让朕觉得更加不安全，请你与朕保持距离。老公，我知道你要面子，那我在外面就给足你面子。晚上你陪我回兴圣宫，有什么话慢慢说。今日是个大喜的日子，朕终于盼回了杨将军。各位爱卿，不必过于拘礼，要带朕陪好杨将军。娘娘，您好像看上去不太高兴啊。我有什么可高兴的？你没看见今天杨家这局面，指不定有什么好事儿。此话怎讲？俗话说，老天欲要你灭亡，必先让你嚣张。我怎么从来没听过这话呀？你有没有觉得，杨家一下子受赏良田1000顷，黄金美眷无数，就连皇家在翠山的山庄都赐给了他。这一时间啊，杨氏一族啊，在帝都那是炙手可热。这是不是有点过了？嗨，娘娘，杨家在南下拿下了一大块地啊，这点赏赐根本不算什么。也是。不过齐胜现在对我是连正眼都不瞧一眼，哎，就连我脸上这些痘他都没看见，就凭他对我这个态度，由此可见，这一定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风平浪静啊！看来我皇后的位置怕是不保了。你的脸是怎么了？别问了。啊，对了，你一会儿赶紧去跟杨言说一声，让他吃饭走路都给我小心点，别那么嘚瑟。我怕最近会有什么闪失。为什么呀？最近杨家风头正旺，树大招风，这个道理你不是不懂吧，九王？还有，我最近有点乱，看到你我就更乱了。要是没有什么要紧事儿，我们就不要再见面了。朕的谋划，你等可记清楚了。皇上果然是好计谋，臣都记清楚了。朕的这个办法，只是委屈了杨将军。皇上，臣肝脑涂地，在所不惜。杨将军为南下朝征战沙场，出生入死，朕对你的那些封赏，远远不及杨将军的一腔热忱。但如今，却还是不免危及杨家。皇上，您此番话真是折煞老臣了。那些封赏对臣来讲，远不及为皇上排忧解难。朕也是陷入两难之地，才不得不做此大算。如果朕再不做什么，怕是他们真的要翻了。九王行事一向谨慎，皇上的计谋正是趁他风头正旺，放松警惕的时候，让他们不知不觉地卷入其中。这便是温水煮青蛙，朕就是让他们不易察觉，慢慢卷入事端。等他们发现的时候，便为时已晚。皇上，杨将军请放心，朕不会真的动手，只是给他们一个警告罢了。皇后也必须要明白，谁才是她真正可以倚靠之。皇上圣明。杨将军，到时候范御史那边有什么需要，你也帮衬一把。尤其是杨岩那边的动向，你需要及时和范御史通气。臣一定谨记于心。朕说的步骤，你等记住，一步都不可以走错。是，皇上。杨家大获封赏，我们更要谨言慎行，这是鹏鹏特意嘱咐的。女神都发话了，那必须遵守啊！什么情况啊？一会儿不要得理不饶人，此时不宜突生事端。放心吧。
哎，啊，我们的马没受什么惊吓，车受损也不严重。你走吧，不用你们赔了。不用我们赔了，这句话应该我们说才对。赔！